boot 多啲嘅，呢個係可能我自己嘅偏好，因為有時我覺得襯衫着 boot 係好睇啲。咁就算波鞋我都係買 boot。因為男仔嘅鞋嗰啲顏色嘅選擇係比較少啲，所以我會可能揀一啲唔同顏色嘅咯，即係可能藍色啊、綠色啊、橙色啊咁，我都會可能係揀下，因為我覺得都配搭衣服上嚟都幾好。我中意嗰對藍色嘅 boot 嘅。我覺得着乜嘢都好，最緊要係自己第一個覺得舒服先，第二個覺得有自信先。